4年同埋嘅嘢上落好接近，我見到今場賽事呢隻進技式同埋表現得相當理想，因為加上呢個主位嘅位置同埋超越落嚟嗰一次咧，就非常之好，甚至接住贏咗嘅時候，呢啲都出嚟嘅點放球嗰啲嘅時候，咁咧就有少少唔明亮嘅，咁其他連勝都好，咁都係喺前邊嘅位置就啦。雖然今場賽事佢就唔係放球嘅，咁但係飛人就頂到尾咁滯啦。咁結果今場賽事都一齊平排咁樣鬥下，但正據悉咁咧都好多朋友中意嘅喎，佢就揀咗勝咗超，咁啱啱到今日都亦都已經有交出嚟。我由31號、11號嗰個就係英國騎師隊。佢就8個女星人先，有可能入翻起身，其他兩位都入翻。這個做好強嘅城市，我哋做緊啫。本場賽事就地賽果3號1。